可以一齊飲，可以同步飲。可以一齊飲，可以你隔離同添嘅同事一齊去飲都冇問題。你個隔離添幫你飲都得。係啦。咁大家飲完之後咧，記得舉牌喎，舉牌。飲完要夠快舉起張牌，我哋先為之舉嘅。係啦，飲完要舉起張紙，飲完舉起你面前自己添嗰張紙先為之贏啊！飲完唔好睇一晚，要舉高張紙先算贏嘅。大家量力而為啊，小心啲啊，大家唔該。我見到你哋大家好興奮啊，但係飲落肚之後，我唔知你哋會發生咩事啊。大家等陣先，大家等陣先，我哋一齊數1、2、3先開始好嗎？放低杯先，放低杯先，放低杯先。嗱，手離台，手離台，放低杯，係啦，手離台。你哋手做咩啊？發下做咩啊？我順碌打字打慣翻。縮手啦！今日叫你印嘢啊！嗱，不如咁啊，我哋有請阿 Red 預備好嘅，大家預備好睇下 Red 後先定話開始咯？3、2、1，開始先開始，未？嗱，好清楚啊！嗱 Red 講啊嘛。你而家飲幾多杯冇所謂嘅，會再倒嘅。3、2、1，開始先開始，預備，3、2、1，開始。第二啲咧。